冻瓜尾鱼都挺少的嘛。冻干呢？哦，如果以咸的等级来说话，这是朝天咸。吃鱼的小朋友会怎么样？不知道呢。像哥哥就是吃很多。像哥哥就是吃了又没有用，有一些例外啦。哦，前面那个是忠实粉丝，是男的。拿几趟啊？你要欣赏黑吗？哎，浪漫哦。那俩礼拜是4条嘞来测试是吗，4条嘞。这个的后生，因为他那个含冬瓜比例了，走得懂吼。跟菜面就热后吼，搞进去分量后吼，我一定要体现这个菜名啦，来一口吃。哇，大锤泥摸用黑了。干嘛？你想干嘛？越大专业，越大。我今天有带塑胶袋啊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用樹坤，一家之主，感謝民族，係中白票。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啊，主要講係大家參水者，佢都係一個方面嘅專業，都係一個牛人。比種法講呢，有客語嘅專家，但講呢，聽講要做一個郵寄嘅專家。錯，你講到今日嘅來賓嘅太來頭咧。對，今日嘅來賓哦，記得嘅兩位哦，非常嘅特別，唔單止安用起哦。先來小小提點一下。還有蛇翅肉來到現場嘞，小鮮肉，哎，你要看一下我嗎？不好意思講它是小鮮肉，因為太鮮了，太小了，太小了哦。好，馬上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準平師傅。好，盧師傅，邊個好？大家分享到係林順基林師傅，準平就大家好，徐師傅好。三號人呢來分享到風吹參水炸雞係兩姊妹嘅，分享到陳怡姐。雪蘭姐，歡迎！大家好，可愛。大家攞去小街道係攬出嚟一片係攞是種辣嘅，媽媽圖嚟咗強下攞哟，溫梅村撈離氣油，哦，歡迎！好可愛哦！弟弟 hello， 弟弟好帥，你會說大家好嗎？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哇，他好沉着。我覺得他長大會是暖男，他動問就會上進，對，跟我有點像，完全不像。那唔一樣，馮翠兩位姐姐係來自平鎮哈，平鎮有推薦乜嘅好高好食好料嘅冇？185義威公園，義威寶台嘛，那個時候有很多的義勇軍那樣子。最近好多的音樂會啊，嘛，都有特別舉辦。有。義威寶台紀念公園。那家下吼，小街道係平均，呢一片攬出嚟小街係種辣，超級有名，必吃。菜包要2件千前後是中辣音、在地音、千無千地，頭版、白版、後是的24點鐘，上來是全部做對。其實凍小就已經買菜包，昨天買到24點鐘呢。對呀， 24小時。我有輪班呐。那個趙勳上學時間有，安布沒有，校長沒有。真的。所以它是不是自助式的？沒啦，但是因為它是2間對打，所以大家各自有擁護的粉絲，必須凍正氣。台港美昨天4款都很好吃。現在馬上先來進下踢館嘅料理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兩組都掉出自家唔開秘密武器嘅，現在可以係風吹帶來啲嘅係乜嘅咧？鹹冬瓜，鹹冬瓜，自家做嘅啊？啱味做嘅。也嘅用鹹冬瓜做料理，係人家就從細食到大係冇？係啊。你按自家嘅味道啊，冬瓜按自家種嘅。好，咁哪一個有媽媽味道嘅鹹冬瓜？我相信當到客家人冇卡都有，啱個自家都有自家味道。係啊，哪一個做出嚟菜苗都乜嘅？鹹冬瓜小滷魚，鹹冬瓜，我來了，滷魚聽下煮完咧。係，煮出媽媽嘅味道。係，好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各位談看下攬出嚟一片哦，尤其好豉油準備好咧哦。今日帶咗一個秘密武器係乜嘅？和風醬。哇，厲害哦！咩蛋腸因洗面當我看到嘅和風醬哦，秘製偷偷做的啦。哦，咁我今日用嘅秘製和風醬做嘅呢一套菜苗按到乜嘅？和風蔬果沙拉。要掌聲一下吧！
我怎么个按照秘制嘞？秘制的日式是讲，七家都看声音好是嘛个特调的日式。哦，所以因为味道是因为有学的，所以可能还甜掉咯。哎，下顶会加水果汁。哎呦，安用食起来讲顺杠。齐佑，你喜欢吃妈妈做的这个沙拉吗？很喜欢。很喜欢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来问一下美春姐还有齐佑，等一下比赛体育馆哦，有信心吗？有。语音波讲慢一拍，勾一摆哦，好不好？来喽，等一下比赛有信心吗？有。真正厉害，有信心。哦，两次对跟证明好势，这是我今天英国黑管另一嘎之助懂精彩一些，因为呢，我们有年龄非常年轻的这个参赛者，现场马上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。我得开始喽。妈妈很有心哎，必料不以后嘎发就来这边，你等下还是少讲一点客家话哈。不可以让用到，对，拜个认识。民主看到成个全运动照顾，家下吼这么冇料到的需要给老给那样围圈呐。很可爱，像我就不会帮你围，因为围不起来。我助理都说后面的绳子伸一点点，打结了打不起了。谢谢。来，我们看这边。俩头出来喊动光有冇放撸啊？嘛做种肉啊，痛到的啦。其他人都做唔得咯。做的啦，妈妈十摆煮的俩。哦，所以是家的味道。今天听说谁是半年周领总啊？妹妹。哦，领总好，唐功夫较好，我们但场是用你两啥鸡毛哦。哎，用5鸡毛。哎呦，这么好。今天你们2个一起来报名参加比赛。黑味道喊白，但其他的姊妹强下来哈，打头阵。对啊，前面那个是忠实粉丝，是男的哎，哪几抗啊？哦，你欣赏黑吗？哎，哦，浪漫哦，浪漫哦。一方面也是手机记忆体蛮多的哦。对，我们就是有6G 拍摄。对啊，基地该完全就是每一点钟停哦。我们通常会录2个半到3小时。对，观众朋友一定觉得很压抑，怎么剪出来才30分钟？因为我废话太多。因为大部分时间张博先在吃啊。这一道菜用的是嫩姜，捞罗姜强下是吗？哎，先捞罗姜来去煸姜落来，水面我摆盘干，我就会用一些嫩姜去冻过，嘿。我不较冻好生嫩姜啊。哦，嫩姜嘅伊真咩吼，卤味冻好食。嘿，尤其我爸冻好食啦。我特别专门甲主动我爸穷东西食，穷几红。那渠道吼，你都喊冻到未，又得调熟的嘛。冻憨呢？哦，还是要看各家做的咸度啦。因为他说这是妈妈的味道。对啊，如果以咸的等级来说话，这是朝天咸的，朝天咸的。对啊。所以等下挑面直接学下注意到哦。系啊，调油冇不用太多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下都正来哈。好。哇，重头戏来了，齐佑，你会做吗？会。哇，好漂亮哦。齐佑，要平常时系哪里做嘛该用诶？用生的瓜哦。啊，豆腐下就让妈妈填熟吗？有。美春姐很有心哎 ，V 亮本身也好好嘎发，所以来参加节目。我记好近。我们但常安用去哦，去假使有喊的时节，喊会土鸡去参加行业的嗰种亲子的暗食班啊。怎么这么用心？即为了下声音思维堂，冇去会讲。哦，要懂重要吼。咁你去讲迄细讲下不卡油。系。土登讲。系阿公阿婆阿爸阿妹全部不会讲。用提及嘛，全部不会讲。齐佑，你是不是会怕哥哥？他长得很可怕。对不对？不讲话。他点头。玩家凤学的门款，你觉得我有帅吗？帅到可怕也是一种赞美喽。不可能，小朋友不会说谎啊。最好选妈妈做的嘛料理啊。沙拉。哦，而且是要加和风的那种。那小改一下，今天沙拉，你们的沙拉有哪种雪菜啊？凤角的汉个白嘞，好，该是小黄瓜，汉着老豆水果，该是罐头的该，这个最好吃，嘿，生意一定好，汉个哈贡，哦，还有哈贡，啊，你还玩什么个？秘制和风料，秘制和风料，秘密武器。我所以看得出来后，你头出来冻金种，又海山，还有肉，嘿，
用不用，系香不用，用咪还有人用，嘛个塞切油，视觉效果咪挺好。哎呀，提佑有没有很开心？他怕你啦，来，好，问阿姐，甘你几多年生？1年2班。那你在班上是最会做菜的？哇，动强哦！最开心的黑马该事情，做沙拉。做沙拉，他有职人精神，做菜的时候不喜欢被吵，动转心。我们先过去，好，先让他做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妈妈加油哦！哇，动这样嘞，瞬间变飞鱼，一开为二。我睇就用到调油啊，米酒啊，好香哦。对啊，其实卤哦，在所有的品种地不多，它算我喜欢前3名，因为米头毛比较没有那种土味。韩国叫牛。那所以第1名是鱼香茄子吗？第1名是龙虎石斑。龙胆石斑啊，没有龙虎是不是？龙虎斑。那是龙兄虎弟。但是这一道菜因为他们冻瓜到搞用哦，本身是冻叉盘，冻叉盘，是不是要淋一点热油？我冇淋上去嘅。哦，感觉用它甜控啊。感觉看过第6沙师傅就爱用走锅，它会呛出那个葱油啦，哎，该会正当就是该葱啊，或者烧该酱油啊，就可以葱该会葱啦。那现在为什么唔老不该咸起来咧？哦，啊，里面它不它咪咪的，有可能是那个鲈鱼在举手，对，焖一下，对，对吧？在举手，很好看，好热哦。所以这道菜的精髓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老廖跟咸冬瓜，它的味道发挥到极致。对，给某公用都会调味，而且是用很好的食材，原味，有妈妈的米头。妈妈豆了后腿，又让你都有教台一下要注意的事情吗？莫不用太咸，这样啊就。我挑米的时间我太咸，我吃的不用啊，莫也不用太多啊。所以其他的挑米全摸嘛，还有一些些嘅调油，哦，酱香味。不用汤吗？我又不用汤，对，我不用酒嘛。有酒。姐姐，我们今天手下留情，因为他们那个里是一个半的参赛者，6岁甜甜。我们慢慢的比就好。每天嘛都厉害呀。但是我跟你讲，雪兰姐哦，几厉害，我们但讲主菜甜哦。她最厉害的是来行音艺全国比赛第3名。哦，那2礼拜是4条嘞。来测试是吗？第4条嘞。这个的后生，因为他那个咸冬瓜比例了，走得懂后。吃鱼的小朋友会怎么样？健康美。像哥哥就是吃很多，像哥哥就是吃了又没有用，有些例外啦。但是我跟你讲，雪兰姐哦，几厉害，我们但讲主菜甜哦。她最厉害的是来行音艺全国比赛第3名。哦，厉害！他们在讲行一动强，个国语没动厉害。好，现在呢已经米头冻油出来，差不多了，我们赶快过去，要到已经差不多做上做。好，我再焖一下。检查一下有什么？等一下，最木有就手热是最后捞该秘制和风这样搅凶哈。淋上去哦，淋上去是搅。哎，因为日等于是它清淡。齐佑，很棒哎。你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比赛，想要赢得奖金，要得到奖品。2个都要，他跟你说的2个都要。会不会其实他比较喜欢兵哥跟阿紫？好啦，我觉得他很专心做菜。我跟你说，他是比较是太尬也慢台，比较慢热型。我们再等他一下。好，我们等你明年哦。因为等一下，毕竟试吃的时候要脱口罩。走。好好讲话。那我们先倒数哦。好，加油。天从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马上就支持困难体育馆地图拿出不开比美武器来做卡站的哦。用起搞不开比美武器了，变成料理了，支持困难风吹用牙嘅咸冬瓜蒸卤，大家吃看哦。哦，2哦，动气。放了个咸冬瓜哦，完全整个肉嘅香梅，超好吃，真的好吃。真嘅的后生，优卡，你们现在要讲优卡油皮，有盆的肉质，
对含冬瓜落去哦，嘟嘟后会含弹，增加它的肉质的甜味。懂我说，我2礼拜吃4条嘞，来测试是吗？第4条嘞。真给的后生，因为它那个含冬瓜比例了，走得懂后。刚刚齐佑吃鱼的样子好可爱哦。哦，真的。哦，有骨头。你爱用豆蛋，好可爱哦。因为从来差不多6岁时间，他没用筷子哎，但是他用筷子很流利，这样吃鱼是不是真的很好吃？吃鱼的小朋友会怎么样？变长没。像哥哥就是吃很多，像哥哥就是吃了又没有用，有些例外啦。我出哪只？我吃到了卤做冬用饭。等下有客家的料理的感觉，特别有那个烘冬瓜，该围绕脑背式的是特别摸孔融。好，等下就完成2片，你用秘制和风酱做的蔬果沙拉给我试看。我一定要吃齐柚点弄 A 个望风椒。第一个你吃什么？水蜜桃。水蜜桃。然后第2个要吃什么？小豆。你看小朋友喜欢用吃甜的，所以妈妈讲要用用心跟和风酱，还有加水果，会食起来会下甜。刚才呢，我特别在吃的时候，我发现到，其实给他用煮哈贝风色啦哈，生意呢黑公干色的话，这小朋友很厉害，因为它有很多的绿色蔬菜。对，改和风酱那种轻松，妈妈给它贴皮生也贴条古手不会这么的抢味道，虽然味道很清淡，让小朋友的味蕾会一下就被养太重。而且其实锵锵你们大人都输他哦。做米春鸡生也一天轻幸福，因为他有用爱在做料理。是有时都水果香。水果。齐柚好吃吗？冻。好吃。冻好咸。那你跟妈妈谢谢。谢谢。给妈妈抱一个，好可爱哦！哇，好幸福哦！哎呀，因为刚才提到美就讲到哈，然后做美春节的小朋友都很幸福。美春节料理有千府是用生鹅的出发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棒。你要很以膝盖部分动强，等一下就来看一下专业嘅师傅应用版的评分哦。紧张的时间马上就到了，先来请尊品师傅抢本书。好，风水的分。等下把阿举师傅全部复述，让尊品师傅唱公平。你2片吼，很有七家的特色啦。你2片是秘密武器的部分，佢係用咧酱冬瓜，酱冬瓜的部分冻入梅，冻入梅头啦。曉得吼，其實未凍好似，好咧生意，好咧放啊巴拉比波啊，咧個水果，但是好先我建議哦，做啲像咧甜椒啊，咧對。同魚類嘅時節啦，是做得生不用介嚼，嚼。因為佢係，你今日係唔係托嘅生菜部分，因為生意可能唔好食嘅生嘅菜。因為講生嘅菜有法度讓恁醬下去嘅，是基本做介醬。但是咧，你嘅生嘅瓜、甜椒啊，因為說咧好唔會做介梅頭，做得同魚類嘅時節是不用介醬了。搅，我去掃的時候，叫佢做介梅頭，連個香布樣啊，嗰啲薄薄嘅是先攪介醬下去嘅，直接會好黏梅啊，我見啦。好，我阿舉師傅的講評。好，我們本南推這片的，迄個是都凍清爽，那還有一個醬料啊，有酸有甜啊，擺盤的嘛凍醬。那有個小小的建議，就像盧師傅講嘅，做得攪一下咧，本個四季豆啦，還有個玉米筍，有個基本嘅梅頭，哎樣會較好。啊，風推這片呢，嘛做到凍好食咯，輕鬆烹煮哦，哎樣凍好食。啊，做得人家建議啦，做得留一絲的個豆腐，因為洗湯汁，哎樣洗豆腐啦，洗魚嘅，哎樣會較好食。哎呦，感謝。兩組都各得到1分，唔過生下來看一下今日甚至師傅帶來乜個好料嘅，我來老太車分享咯。食材好料理。特別老太車個各位甚至師傅準備的食材，真係係很繽紛，我想是為了騎友而準備的。菜苗都嘛該？熱後番薯餅。哦，熱後番薯餅。大概熱後愛講錢。8千個熱後。哦，那應該這樣，番薯餅。哦，食材。好，食材呢，我個番薯，我用個台農66號個，好，大概係較黃色，大概係紫色個，好，紫色個，還有檸檬。還有 tomato， 還有兩個係偏絲皮，好，偏絲皮等下呢，我幫佢破鍋，它就當一個脆餅咁用。哦，做飯。嘿，還有個椰奶，啊美乃滋，還有做啲西雞飯，還有個芥菜，啊芥菜，好，呀一開始呢，我先撈兩個芥菜呢，幫佢通一下。這個就是過貓啦。對，好，幫佢通一下就做得了哈。
等下呢，这做得摆盘嘅，哦，做得摆盘，有健健安用当好看。嗯，好，你就做得帮佢捞起来咧。不是东东京就说，东京就收咧。不是不用盐，不用油。唔是，安用就做得。安用说诶，了解豆仁，哦豆仁。哦，你看小片就最强诶那。是什么？了解黑甜豆仁。因为了解番薯伊就甜味咧，哦，所以我就再加一点点了解卡士的多东西，安用。其实你呛台哦，而且哈新鲜的哈好选。如果假设系浪桶的哦，那种其实小朋友看到会特别吐出来。哦，安用就做得咧，哦，帮你通一下，哦，帮你通一下。你可能主角会配色啦。嘿，配色，安用。好，那哈呢，我就捞了解番薯，帮你切。台农66号。哦，帮你切泡泡嘅。好，了下呢，了解紫色跟地瓜，好，番薯妈做得切。这么个用2种啊？2种啊，电它会做2种嘅颜色，好。哦，不较酱啊，较酱色。所以刚刚跟我做番薯饼，那到时候它会变，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番薯饼吗？唔系，好，了解 tomato，好，帮你切一下。用番薯饼哦，台价走在小的多，但是。加上这些配料，就有让人家，比如偏雪皮、雷梦，好像跟大家想象中的番薯饼是还冇相容的哈。哎，又变化。好，帮你切一下哈。好，那个雷梦呢，那电它会做个柠檬汁嘅，就有个开胃个效果啦。开胃个效果。其实佢准备2种的食物啊，也是想到大摆鱼牙血的地步。我就在想说，地瓜球有没有去调出来先？哦，原来是因为有紫地瓜，地瓜。好，三号人呢，我做一个脆饼。那个脆饼呢，我用个偏是皮，哦，偏是皮，还有那个模具，那个模具因为东后买啦，在个烘焙材料行买。我跟你讲，奇佑的玩具箱一堆哦。好，那个呢，要抹一下油，哦，姜几会染，哦，还有就是不用送去，哦，不用送去，然后再拿一个，哦，用给 keep 哦，那个 keep 下去呢，料会爆开。哦，我觉得你需要小帮手哦。哎，做得来啊！好，那我来。小帮手。奇佑，你要试试看吗？啊，对，来玩玩看，压一个给，压一个。好，怎么做的？放上去。哎，不是，这边先，然后就再放进去。好，放上去，然后这个再压。第2个压上去。好，压下去。那我不会摸。好，大力一点。外面的不要。我不会摸耶。一点点。好，外面的不要。外面的把它拿掉。哎，哇，按杯。甚至你好有父爱哦。对呀。好，还有做对了，中奖，好厉害！哇，总上鼓励一下，好嘞，哇，感谢，好，去梦奇哟，好，先回妈妈旁边，小心。好，你下呢，我就准备肉，不用下去，好，不用下去，帮你炸，好，帮你炸，好，就直接下去哦。对，总唔得跳高温，你个水饺皮嘛做的，水饺皮皮较盆，适当呢。不会卡有嚼劲啊！如果想要是卡切哦，比较脆一点点的哈，做得用个片丝皮。好啊，如果家里面某个器具哈，做得用个嘛个呢，擀面棍，还有用个铜匙，还有不用下去，keep 一下，它就变成两个碗的。哦，就变成两个碗。用重痛的，重痛的这种，下太渣的痛须啊。嘿，好，那个番薯轻脚松，好，轻脚松。然后呢，我就帮你分颜色，好分颜色。那个水已经染色嘞。系啊，因为里面呢就该花青素，哦花青素。哎，冇法度打强下哦。做唔得，我用石磨动酱。好宽啊。磨好宽。好，帮你泡到就该有个碗的形状就做对了。其右回去没走在起宽，嘿，但这个油温会生你哦。哇呀，煮哥哥还有番薯的甜味都散出来。系啊，哦，香味拢出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就捞一水的桶，好，捞一水的桶，捞两个2砂糖，好，2砂糖其个香味，好，就个蔗糖香，帮你不用它多的什么水嘞。哇，好，两个美乃滋，哈，美乃滋帮你不用上去就好了。哎，怎么改为加美乃滋啊？哎，帮你乳化，适当呢，酱味就该开胃个效果。好，两个黑椰奶。好，椰奶，椰奶很香呢，真的。做个西米露，认为老一岁的一送杯 ，OK。好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大概是调理器，好，帮你打。哇，这什么冻好看呢？嘿，这菜苗就是好吼，假使今天分量好吼，我一定要体现这个菜名啦，来一口吃。哇，大菜米毛用黑了。干嘛？你想干嘛？越带专业，越带专业。我今天有带塑胶袋啊。
可以现场染色哦。用咖喱粉，没有该用米。实验室是不是也这种概念？实验室的概念，实验组跟对照组。对。哇，这什么动好看呢？哎，大概小朋友，我就想到，弟弟不会来咧，我就做个好看个。哇。小朋友没动好是椰奶啊。对。好，两下就好的。那想到嘞。搞什么椰奶做咧换做像你刚刚美乃滋做咧换做炼乳吗？做的，不过痛甜，不过痛甜。那蛮适合我的。好，不给你打死，好，打到面面。雪兰姐，你们有平常吃椰奶的那种料理吗？較少哈，因為椰奶可能做點心啊好多，但是像這種入菜的，其實還少看到。它會用牛奶、椰奶凍的。某時就會像凍蛋啊，嗰種垃圾啊，咖喱啦，綠咖喱啊，對啊，我也不用。不給不用量，哦，兩下就變成那樣。哇！不給不用到冰箱，不給冷的數類呢就都得來做兩個料理。哦，香煙呢兩個兩份原鐵。哦，不給不用送去。擺盤用。其實兩套菜哈，全部的食材哈都是容易取得的。没有。但杭白哦，其实很多妈妈都会担心说啊，可是大白买个扁食批啊，卖太多的时间用咖沙啦，就做一点变化。但其实这样就很棒啊，好漂亮哦。两个就冲个卡士达酱，哦，用个 set 哦。哇，颜色好漂亮哦，龙酱哎。哇，你这样真的会让齐佑立志做厨师哦。做对啦，做厨师东后啊，就是送天师啊。没有。好，两个 tomato 哈，不用送去。工好细哦。陈怡姐，你看，假设不卡就用它来哈，还用请陪沙用选，没动就免职。对，因为这凤酒啊。佢下袂嘅擺盤用我上班用嘅想法，但用石木會較好看呐。我記得你係鹹菜乾。鹹菜乾。對，也係用熱洗嘅。哦，可是等一下唔會蝕嘛？還是你等下澆油？唔會蝕，擺好看嘅啦。那它你會有等下有燒油，因為送它係用嘢梅頭啊。哦，好，兩個。我哋係甜嘅。係啊。記得啊，佢食起來買梅頭啊。基本就少少營養。呀呀。乜嘅？好，做的是個飯吼，不用送去。你下發兒係做咧學的哦。食用花。好漂亮哦。哎呀，不用送。齐佑，你會做了嗎？會了。我們現場考試。剛才有一起做，那樣就會做嘞。哇！那樣不用送唔會辣辣的。唔會。好漂亮哦！你中間。哎呀。又想起擺盤哦，是種不卡哈，又寸的東西啊，還有擺盤是動好看。來，然後番薯餅，按鈕就好食咯。吃吃看啊，甚至是不做一個一盒番薯餅。cái菜苗就熱口吼，假如用分量口吼，我一定要體現這個菜名啊，來一口吃。哇，剛才是有加椰奶嗎？很好吃哎。還有某種的扁食批要用做軟熱口哈。但係好看甜甜哦，它正價嘅脆口度，齊佑，你覺得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，我覺得啊，最主要係其他都係做下嘅這種番薯都係來弄噶，有加椰奶，椰奶非常畫龍點睛的作用，我自己就非常喜歡。鹹甜，正經當好食。正經當好食，非常好吃。有行啊，上愛試做看啊。周本媽媽食。荷包豆安樣食個酸甜啊，真好食。看齊佑吃，感覺好好吃哦。那取得兩套菜最大嘅特點哦，就係食材啊取得性非常的便利，之外做起來又唔會麻煩，並講又感同身受嘛。其實呢個料理哦，一種色香味很俱全啊。那梅頭樹咧有當特別咩講
蛋笋丝了的较泛酥的米头，又加这种椰奶配了的토마토的母，又酸甜偏性皮啊，厚度了切，以后它也口感层次啊，冻豆呀。哎。 真件係十分好食，加觀眾朋友係要看詳細化，即間要做同數來製作看呐。唔過加下頭前比賽啊，係一畢業，馬上就係進行最杯米館挑戰咯。八邊料理王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冠唔但將係比面試，咪要比創意哦。 到底乃嘴真係正經嘅八邊料理王，一家之主，人哋誰來上菜了？各位觀眾朋友，你阿冠又到咧，那個港配好朋友啦。哦，哎，減肥聖品，不要再說他們是你好朋友了。他不想當我好朋友。這沒有成功。我哋到聖通院學地陪多，真嘅體育休閒。 生酮飲食，對對對，他是生酮飲食的好朋友，日日打開了本台架看，主題學菜就係發菜。發菜啊！尤其係個發菜米啊，減肥的時候動攝取，因為個算係攝食發扣地陪度哦，它的超級食物。 含有地維度哦，嗰個維生素啊，然後個纖維凍豆，所以佢食狗之後，它的飽足感是最高的。而且客家人啊，會留一個發菜，留個西做發菜館咩，哈，過來補湯啊呢。可是花菜都在做的變嘛該，係啊，變化呢。我想到一個最近蠻流行的，如果大家去吃這個 vegan food 的時候，給它貼片的調料一鋪會好好吃。哪一鋪？ 對，它比黑色嘅鹽酥雞泡發出好吃。那都鋪做的，我也變過咧。因為佢係注重口感，我講到切切的炒香咧，蝦鬆那種感覺呀。哦，哎，阿居師傅，我會做個宮保料理，就一絲絲的辣，然後就那個蹄條。 凍好些，凍好些。然後還有剛才那一大盤沒用到的乾辣椒。很好吃哦，係啊。我最近哦，講到你發菜哈，減肥的時候食個發菜米哦，真的很棒。有飽足感。有飽足感，有好血，今天建議大家都試看，減肥也可以很舒暢啦。哦，嗰種發菜呢，它真的是很好食材，不管係泡發菜、長發菜都可以用。我說馬上就用下嘅泡發菜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 觀眾朋友，要唱好聲幕拍發菜，行咗變化物嘅料理咧，風吹帶來嘅菜名都乜嘅？蝦鹽炒發菜米。蝦鹽炒發菜米，我覺得這道菜張博謙應該會非常的喜歡。好，又係最杯米館呢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哦！咱們出嚟一片提出來，好好紹介一下。呢啲嘅菜名凍鮮詞哦，很符合這個童趣。 我哋談下咱們出嚟一片，我做嘅菜名按到乜嘅？楊妹妹料理。哇，其實這道菜很有教育意義，等一下咱們慢慢打出來估。好，最尾一關了哦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加油！兩隊對應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好，搶開始了哦。哎，大家可能唔知，它其實就是取代澱粉。哦。因為佢上頭凍成盤料，對，所以有很多會。 拿花椰菜米炒盤啊，真的會吃得飽。我對點個外送的時候就點到，我真的吃得飽，我打 A 嘞。就是超級食物啦。對，而且是可以煮這個花椰菜濃湯嗎？燉飯嗎？做的。燉飯沒做的。哎呀，等一下看幾多個變法。好來，兩個係來炒一個爆肉，還有蝦鹽。哦，幾多有冇打餸哦？ 這個是不是有點像自助餐店裡面那樣子？我種起個數，我唔是講我背。啊，我攞薄籤用哦。減肥。他講到薄籤就拿着菜刀，薄籤。你按時喊我講配。你減肥，老公會不捨得，大哥對啊。我今日要做兩套菜哦，我朋友都有學出來按澎湃呢。嘿。它有染蔥哦。有啊，我想講增加一點口感啊，有點肉的甜味啊。 對啊，用一系列田啊，摸凍豆啦，鹽皮啊，摸石頭好啊，係咪？蝦煙啊，主要係蝦煙啊。他們今天這個雞蛋，係咪一半的芥蘭哦？係，這個係農場做嘅。這個有農場啊？妹妹開農場，真嘅啊！有機專家，係機，就係機啊。哦，一種誒，各種嘅東西天賦係有機嘅。友善農業嘅方式，冇用農藥。我代替地球感謝你。好，你哋個做一下，等下過來哦。好。
哇哦，那好像是一幅画。这在比食材丰富度吗？俩送的香菇，还有白色的该发菜，它讲因式的香菜毒椒肉，系。那个啦，跟法菜怎么？哎呀，就酿的啦。哎，该系用俩用火龙果，强用的土里，生到该是国内是个切啊，冰落去。一块它太块的，咱们按一粒粒封的，系该捞发菜强啊冰落去，所以养生天然的。我刚才就讲，其实它土菜，我们但讲是就菜苗动肾气啊，该后背还有动有教育的意义。怎么个会做俩土菜嘞？成因有种日式，腾讯团去未动上网，你看到你都该做埋嘅未？亲有日式未相讲，应该是在腾讯吗？哦，你同安用问哦，你懂很天数诶。系自家做嘅未？实强强。自家做嘅要较上身。系啊。你啊，像你香菜毒椒肉啊，食起来是要按杠，所以食2碗饭一天冇问题。哇，系。生意你没敢吃吗？生意没清好吃呢。真的哦。系，你啊，卤肉饭食起来没冇穷用。哦。我觉得看得出来很多小细节的教育，有下很多功夫这样。好，哎，你等下给我多转来哦，哈。好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法拉必报呢？哦，红豆油诶，切到豆油诶。你即刻切出来耶！那伯谦，你是不是想带回家了？对啊，因为我正经讲哦，发菜佢本身唔会冻贵，我切过以后变做发菜米的时间，它身价翻倍呢。冻贵，那就卖过人工一包不200元。冻贵，麦子给你冻贵。我正经就在问题，我问师傅，就是因为发菜米啊。就冻英文的地位多葱啊，会冻豆，它怎么洗会比较干净？因为用流动的水，来洗啊，一般该拍洗该较少虫，枪洗该较多虫。真的？季节性的这些伊个该抬出来这些是天都葱出来好多。像你基本上发菜是切较重的，系有机系吗？嘿，那这样里面会不会有虫危机啊？有虫的系正爽的，有虫比较好啊。对，你不用弄肉虫的怎么敢吃啦？对，这里面是火腿吗？那个香肠哦，对，香肠。我觉得这样感觉就可以吃炒饭嘞。对啊。那秋会有做炒盘哦？我爱系用这种的方法做的。用做唔是个炒黄金炒饭的哈。用做唔是个炒菜色啊？哦，咩？发菜米冇用睇咯。干嘛？你想干嘛？要带专业，要带。我今天有带塑胶袋哦。那2礼拜是天雷诶。他自己就是5朵花，也才难怪你今天空有特别讲，你说西米卤啦，雷把出来。以前不懂吗？谈到讲，来该下糖头加动肾起来上映。以后你刚刚发的声音，可不可以再让我听一次？预备起。我说发菜米冇用睇咯，干嘛？你想干嘛？要带专业，要带。我今天有带塑胶袋哦。那报修迷茫表哈？忙，等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看到它的颜色，我就想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该加胡椒粉了。哦，对，等一下就要调。刚才 XO 酱没做对啦。做对啦。你呛头芒饼呢？哎，等一下。有通过了吗？给熟的呀。哦。嘿，我那熟的，我又挑米的。你炒盘系加盐，唔系加头油喎？感觉糊糊。师傅像你发菜米啊，炒的时间係咪又正差？我就买过迄。你可以变冷冻的啊，推变了后呢，又不给炒到糟，不然它会痛死。而且呢，你还敢用抢法车来做点缀？配色。那些家中哎，你看，哇，那是沙条而全部弄一毛，好好吃这个。我说的呀，好吃。我怕你们觉得太多。不会，那个好好吃。会不会讲什么味道？植物蛋白很高呢，全部弄一啦。它也是超级食物啊！对，没错。好，我们这边一个也差不多哎，我们先过去那里了哈。哇！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来看，好吃的东西。我正经爱讲，这个，做嘛个俩土菜无很记杨妹妹来小解一下。杨妹妹最主要是个外形像一些杨妹妹的图案，其实用毛孔用色。
哦，像风色的话，还是用咖喱；风色的话是用火龙果去养色。哦，你底下嘅盘係做用嗰個笃实。笃實。我在帮妈妈点。妈妈有教你怎么做哈？都是对准点啊。哇！就这样把下面点好啊，就这样。所以现场染色哦。对，用咖喱粉。哦，没有该用米。实验室是不是也这种概念？实验室的概念。实验组跟对照组。对。好，风味呢？直到去按用嘅铺啊送去。好了。你用环境牛慢摆着强装的。好，你来示范法。好，迪勇，你刚刚干嘛该？现在在做杨妹妹的什么？啊，又巧，因为杨妹妹给磨啊。哦，她的毛。哎，对耶，有道理。所以你看她掌握食材的特性。对。这个哇，冇想到哦。这个哈，在我们吃之前就要先评分了。哦。因为两个一起那。对，底下拖出来电到係師傅做啲學起來。所以你看外背係化菜，主體嘅食材，底背都係客家嘢嘅鹹菜乾。好，那這樣我們現在倒數了。好，這一組一定很棒。好來，現場馬上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那最杯麵一罐用拍法菜邊材料理，哪組較讚掉咧？最杯麵一罐係用拍法菜來做變化，先來試試看那風吹嘅料理咯。伯健，你應該每餐都要吃這個哎。難道他要講，來蓋下糖頭要動set起來上映。喜佑，你剛剛發的聲音可不可以再讓我聽一次？預備起。他說真緊好學，因為蓋下民主美就講到，小朋友絕對不會說謊。真緊好學的東西哦，給學落去的時間，他就自然而然發出那種滿足感。而且我覺得太極離合的時候才加一些鹽草，跳出一點香味，就不會這麼素。我2禮拜是天雷嘞。你看，根本一水好深。他自己就是5朵花椰菜，難怪你今天空有特別講，你說西米露啦，雷法出來。以前不懂啊。等一下哈，就聽我先鳳文琪哦，因為他吃飯真的太有戲了。你還問我講，你為什麼沒有吃完？你盡快來拍個地背多，激動上來選掉。等下快去選個自己做嘞。他笑起來了。忍不住了。先講阿姨他們做的怎麼樣？當老師，看聲音是紅，看外面是強強，真是好吃。我倆下有人等不及了，你是點解來學韓楊妹妹料理？楊妹妹，倆下你學嘅係分開來。剛剛最後的成品緊跟動好款，我們的頭剛剛用什麼東西做的？香菇。他把這個花椰菜聯想成楊妹妹。哎，我之前沒有想到，我覺得這是很有創意的。今日是的，我專去有得到一項嘞。你專去行會是拍法出來啊？哎，短時間做落變化。這時間唔會是拍法。自己會講。這都會講誒。陳一簡春用班呢？鹹菜乾豆飯千盒千毫升，凍炒飯。凍炒飯。我見到你演做沖飯團啊，你啊。係啊係啊，有冰嘅芝麻。冰麻。海苔麻啊。係啊，用切啊，千毫升。大家可能學的係創意，我係相信持有佢學到係媽媽嘅愛，因為佢地背圖吼，天父佢自己就參與到，自己有參與，佢自己學起來哦，就是滿滿的成就感。我到底師傅應用版評分呢，大家來看哦。曾米師傅，你向後嘛，我覺得他有點難抉擇了，好不好？跟着你的直覺走，選什麼我都覺得兩組正義都懂佔對啦。曾米師傅嗆本粉書。哦，藍水一份。我跟你們說，俊斌師傅是很有父愛的。我從他年輕認識他到現在，還是很年輕。哦，看一下阿巨師傅嘅分數形容版呢？哦，平手哦。平手。曾米師傅嗆公平。呢兩片啊，穿有嘅特色啦。呢一片啊，佢嘅突出嘅梅頭是類似嘅梅乾菜嘅部分。好，然後整體嘅造型，咱看聲音向下移高，所以日本聲音呢而家適合做。咁你講嘅自己來搞啊，你看，一梅頭嘅部分，後摸去，
来去表现出来。虽然讲配的东西穿当健康，但是佮有个特色的东西，看上爱你用迄个佮染葱啊，某些哈讲啊，咧特色的东西，感觉佮梅头项目别出来，迄下因为薄下人的佮福啊，梅做得别到油啊，咧就伊别别个带到咧香味会很好喝。亮片冇都做到这种好事，主要呢係兩個我要先風推兩片，它有炒到嘅嫩香，哦，還有個花椰菜米，哦，因為炒到就糟糟。啊，唔過做得老藝術嘅乜個油呢？像盧師傅講嘅橄欖油啦，還係其他嘅油，本期做到較順口一樣，要做到當好。啊，藍推兩片呢，整件都當好先。啊，冇嗌冇本期分數係按樣較公平，亮片呢都做到當好先，嗌清難選按樣。好，因为我可以了解评审的心情呐，亮组真嘅懂后生，所以我觉得今天这结果呢，我相信观众朋友应该会很满意嘅，马上就来颁奖喽！耶！好，今日比赛哦，其实我们都好紧张，因为亮组呢冇強嘅特色，那麼藍隊呢又有小朋友一起來加油打氣。故所今日結果亮組都會得到2分，亮組都會大頭名，都是第1名哦。先來恭喜馮翠得到前藝人的加彩金，恭喜！要一起來隆重的頒獎，李吉佑小朋友得到1500塊加彩金。我跟你說，1500塊就能買超級多的這個賽車哦。媽媽想說繳學費的說。今日你是藍記嘅當然真多煮料理，心情用辦老太下分享一下。今日真件好高，真件好高。亮刀，亮風窗，我感覺我自家煮藥嘛，1號生。哦，冇嚇到嚇嗬。冇嚇到。那你排過咁耐哦？過咁。有冇看還有3個姊妹嘅？還有。過年啊，悄啊，過來記下攝到的呢。嘿，啊，對於冇眼媽會來。好啊。陳怡姐是很熱情嘅哦。啊，唔過呢，佢今日提供最好嘅食材。心情用辦老太茶講一下。今日當歡喜來了，好，大家有閒做來了。好，這個都好搞，都好料。好，問小朋友就知道。嘿，晚期佑嘍，你的心情是怎麼樣？很開心。還有凍好吃。還有凍好高。哇，凍好高。假如下次還有機會的話，你嘞，也係你阿哥嘞。我。當然啦。每出哪陣，從日來要強下來，個心情就聽冇強強，到來大家都強下分享一下。來倆參加倆活動未？凍好高，凍好食，係咪有機會一天未喊而來？好講嘅哦。哦。就像太極剛剛講的，哎，你節目啊有口碑了，對，所以不分年紀哦，上到120歲，下到2-3歲都不一樣。跳下來到節目當中，跳下來做料理，因為料理呢係冇年歲嘅限制嘅。係啊，每半年年歲受到影響，受到限制，無論你係嘛啥，對主菜有興趣，就積極報名參加。一家之主，等跳下來報名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